还查到些什么？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，没抓。和宁峨眉一样，都是被丢出来的饵。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藏得很好。凤年还在武当，是，一直不肯下山。他会想明白的。皇室等北凉破绽，都快等疯了。但他们都知道，只要您还在一天，北凉就一定姓徐。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小王爷才重要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，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，北凉分崩离析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，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黄蛮儿心智尚浅，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，只有我龙虎山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。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，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建就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黄满儿？既为师徒，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？这就是建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啊，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黎阳朝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，就剩下遗憾了。没什么好珍惜，我和他，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族。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
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，死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无敌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！龙虎山里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，正是。剑九皇挑战王仙芝，那人借此探王仙芝虚实，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哎，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。再说，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。再加上，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剑九皇曾经说过，他来龙虎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3条路来。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仙芝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，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。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满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！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！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！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，终于有了传承了！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傅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，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了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。回头啊，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哎，师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。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，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；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，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黄满儿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
就可以看着他。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，徒儿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2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？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，就这2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道。哎，门派之间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黄满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，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。我接手北凉，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呢。把矛头都指向我，黄门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他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？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酱肉，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。
王献之闻声而至，见九黄舞剑进出，8剑士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黄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乘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二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黄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黄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黄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。6000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黄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献之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黄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自节哀吧。剑九黄也算是求人得人。贫道告辞了。剑九黄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献之出了双手。好个剑九6000里，可惜不能轻剑啊。
少爷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你也跟死。这道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了一起，这才有了剑酒。那就叫6000岁。能不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，少爷烤地瓜。好。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，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皇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皇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马夫老黄？赵集团说，剑九皇把王献之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皇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。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
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了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先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先知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先知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上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刃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先知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
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丰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。没有内力做基础，2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八卦道4象3才归2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我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
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丑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本事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我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，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吵死了，睡觉。如果你快死了，我会先用神符捅你2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这就是大黄庭成功。武当果然已经归顺北凉，
公主，眼下正是时机。此话怎讲？此时打断他们二人，让那起冲乱徐凤年的经脉，他整个人就废了。公主，请稍等。可你这么做，徐骁岂不恨死你？徐骁岂能依靠？好，你若成事，朝廷必将传旨封你为武当掌门。多谢。一起出手。这又是谁？小王师兄，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？别再上前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掌门师兄一身功力就全废了。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。怕小来不及了。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唉，殿下，势不可为呀，还是走吧。你们这是害了武当。小道士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山？公主，我就不下山了。掌门师兄功力全失，武当定会重选掌门。我想试试，若能成为掌门，或能力挽狂澜。很好，你放心，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。多谢公主。那徐凤年快醒了，还请公主速速离开。小王师兄演得不错，少说话多动手，也不算难。去看看掌门师兄吧。师兄。没出差错，公主应该是相信了。借北凉之威震慑龙虎山，
再让京城为你助力。这样一来，你接手武当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师兄，别苦着脸，用我这身大黄庭为武当换个未来，这是赚了。你手上的这把神图，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当知道为了什么？寿山。风雨飘摇，师弟成就天下第一之前，武当就靠你的这把桃木剑来守城了。我在，武当便在。你们都先上去，召唤诸位师兄弟。过会儿我有话说。那你的师兄？我等他醒来。去吧。殿下，未见有人追来，即刻回京城。是殿下。那徐凤年得到内力之事，要不要即刻传信京城？徐凤年不过是个蠢材，有武功又怎样？在天下大事面前，个人无用，不值一提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倒是先把武当的消息传回去。可以确认武当已经归顺北凉，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，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去挑衅徐骁。是殿下，我这就放出飞鸽，传输京城。还有，洪喜相心向京城，尽量支持他接掌武当。衣服怎么没湿啊？已经蒸干了。点火了？真气比火好用。已经把大黄庭给我了。给了。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？看来世子还挺契合这真气。真气能留下几成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多谢。要上山顶，我扶你。有劳师子了。为了护住武当，我把自个儿这条命我扔出去了。武当好歹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门派，要在这世上求活都如此不易，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又该有多么艰难啊！
若日后有朝一日，世子接掌北凉，请世子一定为他们想想。一定。哎，怎么等在这儿了？扶你上山。也好，我就不用辛苦世子了。是啊，眼下年关将近，世子也该回北凉了。成功的事你早就知道，还请世子不要浪费了大皇庭。我等你踏上武帝城头的消息。公主殿下，我得去备些热开水，好给殿下沏茶呀。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时候应该去守护公主殿下。是。去灌壶热开水。怎么样了？情况有变。怎么回事？人被龙虎山接走了，应该是建九皇的手里。还有世子。世子怎么了？王重楼将一身大黄庭传给世子了。随州公主已经认定，武当归属北凉。自保。除了这点意外，其余都如王爷所想。随珠公主亲眼见到世子顽劣不堪，从今往后京城应该会对世子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义父让我问你，要不要找个机会回北凉啊？我留在京城，对王爷更有用处。你辛苦了。走了。公主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给钱了吗？给过了，5文钱。这些小民也是辛苦，给店家再送5文。客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赏你的。哟，那可多谢您了。殿下，钱给到了。出发吧。是。孙雕四说的没错，随珠公主刁蛮的外表下，藏着颗多疑的心。什么都别剩，能烧都烧了。去武当接世子回家。王重楼有气魄。我也没料到会是这样。 2个月时间早就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
您不跟我回北凉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途中遇上的，总会道别。这就是江湖。多谢前辈授业之恩。好好练刀。我死之后，洪喜相接任武当掌门。师兄，好像擦不掉啊。这就是大黄庭。江宁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武当啊？别得了便宜卖乖，你如果不要，可以给我。传功会死人的，死了最好。再说我也不会传。世子，世子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啊，龙兄想死你了。江宁，咱们该回家了。喜欢可以多住几天。没必要。掌门师兄说他现在上下山太慢，所以就不送世子了。你帮我转告他，我欠武当的，永远不会忘。嗯，这是武当自家的真气炼法，有了大黄庭，可以参考下。就此别过。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茅屋先别拆，院子里再帮我种点蔬菜。种什么？就跟之前一样。你又让我去偷菜园？你是下任掌门，不难。世子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干嘛？你会骑马吗？不会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哎，你下去。我下去了，你怎么回北凉啊？我自己学呗。那茅屋跟菜园子都给你恢复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走之前再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江南？见我姐一面都不敢了。等我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能下山。下山之后，
就去见他。天下第一，要等多久？会有那一天的。回北凉。走。人走了啊，让你去江南。师兄，我是喜欢徐之虎，可我也喜欢武当。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我是不会下山的。苦了你了。我不苦，我只是担心，您把希望都交在我身上。可如果我成不了天下第一呢？哎，咱俩可是多年没有一较远近了，怎么样？今日比试比试？不好吧？不敢了。比就比。好。怎么样，师兄？今日比你好吧？我可是为了大黄庭的人，这叫虽败犹胜。可是这种事情，跟大黄庭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师弟，安心的做你自己。我和师傅的眼光是不会错的，你就是未来的天下第一。到你下山的时候，可得风光点儿，对你大师兄长长脸面。好，天下第一。世子终于回来了，这便是大黄庭的印记吗？瞧着还挺适合世子的。都知道了，消息全都传回来了，还得恭喜世子文武双全。世子累了，先进去歇息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等在城外啊？府里出了点事，世子进去再说吧。挺好，儿子，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哎，你说这王重楼啊，还真是果断，还真把这大黄庭传给你了。也罢啊，也罢也罢。饿了吧，儿子？看爹给你准备什么了。还有啊，爹给你找到了这个好玩意儿。不吃。这府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回世子，其实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避避风头。避风头？北凉王跑到这儿来避风头？府里闹鬼了？闹鬼倒好了，你二姐回来了。你把我学武的事告诉他了？还用我告诉他吗？这天下人都知道了。我还是回武当待几天吧。这不成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回北凉的路上呢，他现在正在家里等着你。
徐骁，你这是把我顶前面了。咱们父子俩总得找一个下来吧？这何必呢？你看见他了？他应该在我院里。你们先回自己房间吧，我一个人见他。姐回来过年啊！我在武当用山石给你刻了一副棋子，您瞧瞧。看书累了吧？我给你揉揉肩。姐在上阴学宫待的还习惯吗？听说你学武啊？老黄死在了武帝城，我想把他剑匣取回来。姐觉得学武不好？学武随你啊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在你眼里，老黄胜过了北凉。这怎么说？到了今天，你都还没有决定接过徐子淇。我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千斤重担。够了，姐，你想怎么做，随你。多谢姐高抬贵手。姐，你去哪儿？姐，你消消气。我马上回上阴学宫，看不到你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这就回去？年都不过了。这我亲手给你刻的，你好歹看看。我看过。姐，我不是小孩了。你们都想让我接手北凉，没问我愿不愿意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？怎么是你？听说你又刺杀过徐凤年，不敢认？是，我是刺杀过他。我警告你，别忘记自己的身份。怎么？丫鬟就不能刺杀世子了？我跟你说最后一次，如果伤到许凤年，我一定会把你扔到井里，封了井盖，让你就这么烂在井里，永世不能再见到天日。听懂的话，白纸黑字写下来，发誓你以后再也不会对徐凤年出手。行啊，写字是吧？你给我支笔，越大越好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我徐渭雄说到的，自然会做到。巧了，我也一样。
二小姐策马而去，已经出了灵州。她倒是来去如风，闹半天千里迢迢赶回来，就是为了骂我两句。二小姐对世子的期望很高。她是上阴学宫数十年来第一奇才，我可比不了，也不想学。教你写的？嗯，这字儿不错。切！陈之豹，你在上阴学宫，应该学了诗书礼乐。我学什么，与你何干？学了这么多，杀气还这么重。我觉得上阴学宫很适合你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就别再回北凉了。你觉得我是乱世之一？义父，陈之豹独自出营，将二小姐拦在城外。义父，要不要调兵啊？就别冲锋，别打扰人家。找我干嘛？大黄庭怎么没了？王重楼不发功的时候，也看不出来。做什么？武当的太玄感应篇，洪喜相给的。给你的，我又没大黄庭。我懒得读，不如你念给我听。想得美。每读一字，给你1文。1文钱。1字1文。2文。就1文。你多读几本，一样能读穷我。不止1本。你想啊，我要习武，就得读书。就说眼前这一本《太玄感应篇》，我让红薯粗略算了算，大概6000来字。全本读完，我算你7贯钱。开张酬宾，你很划算。1本1副。行啊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惟象无形，杳杳冥冥，寂寥淡漠。太死板，有感情些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稳重些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花钱请你读书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质量？我出去一趟，你先读着，好好想想怎么读最合适，我再回来听。
那字儿写的不错，还行吧。我二姐凶你，你发誓杀我，合适吗？徐渭雄最疼的就是你，说杀他，他才不在乎。疼我，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为了骂我几句。那是对你失望透了。你说我二姐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接受北凉啊？这不废话吗？我二姐最痛恨的，就是世家门阀嫡子传承那一套，所以她让我接手北凉，肯定不是为了徐家血脉，她有别的原因。那你不愿意接手北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想看到，一直有人为了这件事而牺牲。那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些人不就白牺牲了？你去哪儿？